还好吧？你闻闻有味吗？真没有。胖子，哎，你来一下，帮忙把这2碗饭端过去。来，好嘞。老板来碗红烧牛肉面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哎，你自己吃啊，坨了。我一口。正好你们在这儿，我买了卤鸭舌，一起吃嘛。不用，不吃。三月，上次的事情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一直想跟你道个歉，你不要再记恨我了啊。来，吃个鸭舌。这见面结果对我们现在太重要了，真的不是真的，陈阿姨，我知道他们医院家大业大的，我们小老百姓我们也比不了，是吧？但是你知道，这我爸不能白死啊，对不对？这法院怎么判啊？哎，这全看您了。不至于啊，收回去，收回去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不是，陈阿姨，您听我说，您说什么？您得帮帮我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得还我父亲一个公道。我一定会还你父亲的公道，好吗？你先回去。不是，局长，我给您跪下了，我给您跪下了，陈阿姨，我给您跪下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曹佳，你听我说啊，你这么做不合适。我答应你，报告我会如实的写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秦阿姨，我是受害者的家属，真的，您得帮我告倒那个破医院才行啊！你快起来！不合适，我不起来，你不帮我，你找我，你真的帮我起来！这是哪出啊？曹轩，在这大喊大叫合适吗？再一个，你这好戏也没选对地方吧？哎，你抬头你自己看，摄像头开着呢啊！你在这儿跪他就是想帮你也不敢了吧？你想想。反正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剩下的事儿呢，你自己掂量着办。如果这次官司我要是输了，咱俩都别活了。那咱俩都别活了，就是撂个狠话吓唬吓唬你，你真让他去死，他敢吗？他怎么知道是你给他爸做尸检呢？打听的呗。总来殡仪馆就那么3、5个法医，我就是专门搞一招纠纷鉴定这块儿，想打听总能打听到嘛。那现在结果出来了吗？麻烦。哪儿麻烦？曹国华死于呼吸困难。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，医生选择给他多次注入吗啡。这个过程当中，有可能存在超说明书用药和吗啡微过量的使用情况。什么是超说明书用药？就是说明书上没有写吗啡用于呼吸困难，但是治疗中用了。那就是说，曹国华的死，医生和医院都得负点责任。简单，你说对于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来说，死亡是无法避免了。那他是更在意死亡，还是更在意死亡中所经历的痛苦呢？那要是我癌症晚期，知道自己没救了，我肯定希望自己走得舒服点，甭管用什么方法吧。因为跟癌症的疼比起来，死亡真的不算什么。问题就在于此啊！我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完成这次的司法鉴定，但是我没有办法真正听到病人的心声，这对于病人和医生来说很为难。明白。对，我面拿回去吃，我还有点事啊。面多少钱？姐请你了。谢谢姐，明天请吃大餐。哎呀，
昨晚喝多了，给你发信息了吧？什么信息？没收到啊？啥内容啊？哎呀，喝太多了，啥内容啊？记不住了，醉话。行，没收到最好。走了。哎，没有最好的选择，那不太坏的选择也可以吧？啥意思啊？我说司法鉴定，你觉得我说什么呢？司法鉴定啊？对不起。他用他的身体给你练手，帮你成长。对遗体化妆师来说，往生者才是我们最应该感谢的老师。你用心多少，就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多少。你操作到一半就跑了出去，是对往生者的不敬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我把那位孤儿的骨灰埋在了大树底下。我也像师傅那样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遗体，都要送他们最后一程。